12月2号上午，4所香港小学的师生们跨越山海，来到了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校。作为东道主，解放大路小学给两地的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场冬日专属冰雪课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校園電視台。各位觀眾，圖書科今集呢就出咗一個新嘅節目，就係親子講故事。唔講咁多啦，去片。大家好，我係一愛班孔海怡，我係瑤瑤媽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猜猜我在比什麼，請大家細心欣賞啦。
媽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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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到一件很好玩的事啊！咦，又來了？我想到一個我來模仿媽咪來猜一猜的遊戲啊！如果媽咪猜不出來，你會生氣嗎？題目很簡單，媽咪一定可以的。第一題，這是什麼呢？咦，這是不是什麼舞蹈呢？才不是呢，這是茶壺啊！那下一題，這是什麼呢？是箭頭嗎？不是，這是曬衣夾啊！那這個呢？這是公主嗎？才不是，這是飯團。那麼這個呢？這是毛毛蟲嗎？不是，這是蛋包飯。那你再猜猜看這個？該不會是尖尖的蛋包飯？不是，這是富士山啊！那個小米啊，媽咪現在想把衣服摺好，我們再猜3題就好，好不好？那就再10題好了。這是什麼呢？這不就是在洗臉嗎？不對，這是聖誕老公公啊！這個呢？這是什麼啊？這是甲米啊！那這個呢？是要翻身的蟲蟲嗎？不對，不對，這是小寶寶啊！這是什麼呢？喂，不要在地上推椅子。這是推土機。你再猜猜看這個？猜不出來。這是電風扇。為什麼媽咪都猜不出來？你看，你生氣了。如果你生氣了，我就不換了。好啦，那接下來這個超簡單的，你一定要會啊！這個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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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完全猜不出來。這些全都是外星人啊！外星人不是很好猜嗎？媽咪，我又沒有看過外星人，我怎麼知道那是外星人呢？外星人的長相太多種，很難猜呀。可不可以俾一些媽媽比較容易猜到的？好，那這個呢？這是在睡午覺嗎？不是啦，這是媽咪常煮的軟趴趴青花菜啊。那這個呢？這是想要吃好多好多炸雞的心情啊。那猜一猜這個？那這是想哭的心情嗎？不是，這是不想去看牙醫的心情。媽咪為什麼都不懂呢？媽咪，我不可以多了解一些小米的心情呢？媽咪怎麼可能摸得清小米的那些心情呢？那來猜一猜小米是哪一個？這樣應該算好猜吧。喂，小米，媽咪不是說過不要這樣換，不然睡褲會變鬆嗎？
而且你是不是想睡了呢？我才不想睡呢。這個呢，猜猜這個是什麼？唉，媽咪，我還是猜不出來。這是在摳腳皮的媽咪啊！唉，那個可不可以不要模仿媽咪？那這個？我還真的猜不出來，有沒有什麼提示啊？咦，小米？哦，睡着了？最後那個到底是在模仿什麼呢？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故事，拜拜。樂樂已經準備瞓覺啦，但係佢突然間話：今日有人對老師講大話，令到老師好嬲啊！講大話的確係唔好嘅行為。爸爸微笑住講喎。你哋聽完今日嘅故事，就會了解到老師點解咁生氣啦。從前喺一個風景優美嘅村莊裏面，住咗一群村民喎。佢哋除咗養羊之外啦，平日仲要上山去採集農作物為生㗎。呢一日，村民佢哋都好苦惱咁樣喺度討論喎。唉，原本幫大家照顧羊嘅人離開咗啦，我哋必須要另外揾一個牧羊人先得啦。呢個時候，一個叫做小安嘅男孩子自告奮勇喎，佢對大家話：等我嚟照顧啲羊啦！村民商量之後，決定俾佢試試呀。於是村長就將一支號角交俾小安，然後佢話：你如果發現野狼嘅話呢，就用力吹呢個號角啦，我哋會立即趕過嚟㗎。等村民佢哋都離開咗，去山上面採集農作物之後，小安佢就帶住羊去山坡嗰度食草啦。小安帶住羊群嚟到一片綠油油嘅草地，佢一直望住羊佢哋食草喎。漸漸咁樣，佢就覺得有啲無聊啦。於是佢拎起號角，用力咁吹響咗幾聲喎。冇幾耐，好多村民都趕過嚟啊，但就係唔見野狼嘅蹤影喎。村民好困惑咁樣問小安啦：狼喺邊度啊？哈哈哈哈！我只係同你哋開玩笑啫，哈哈哈哈！小安笑住咁講啦。村民佢哋聽到之後好嬲啊！佢哋警告小安唔可以再亂咁講大話啦，否則唔會再有人相信佢噶啦。村民佢哋離開咗之後，小安繼續看守啲羊群，但係冇過幾耐，佢又開始覺得無聊啦。忽然，一隻好似狼嘅動物跑咗過嚟喎。佢發現嗰一隻係鄰居爺爺養嘅狼狗乖寶。小安嘅腦袋即刻諗到一個鬼主意，於是佢再次吹響號角啊！村民佢哋氣喘喘咁樣趕過嚟喎，但係淨係見到狼狗乖寶啊！我啱先以為狼狗乖寶係一隻狼，所以先吹響號角啊！小安咁樣解釋喎。村民佢哋都睇得出小安係故意㗎，但都冇辦法啦，只可以話咗佢幾句，又趕返去做嘢啦。周圍又恢復咗平靜啦，啲羊群低住頭食草，乖寶亦都跑到去其他地方玩啦。忽然，小安發現身旁嘅草叢有動靜啦，佢定神一睇，震住咁講：狼真係嚟咗啦！小安好驚慌咁吹起號角，但係今次村民冇馬上趕過嚟啊！
小安害怕咁樣爬到去大岩石上面，繼續吹住號角。乖寶聽到聲音即刻跑咗過嚟，佢一見到野狼，即刻奮不顧身咁樣撲咗上去啊！乖寶佢好努力咁樣保護住小安同埋羊群，但係咁樣睇就快撐唔住啦。好彩村民佢哋及時趕到，將野狼趕走咗，救咗乖寶、小安同埋羊群。村長對小安話：如果唔係聽到乖寶嘅叫聲，大家都以為你又喺度開玩笑啊！對唔住，我錯啦。小安好誠心咁樣道歉啊！村長夫婦見到小安受咗唔少嘅驚嚇，就帶佢返屋企休息啦，並且提醒佢講大話係會失去人哋對你嘅信任㗎，你千祈唔好再犯啦。小安真係知錯啦，佢同村長夫人勾手指尾約定，我絕對唔會再呃人啦。